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係2026年2月12號，我係 Anna，去咗旺角食日式下午茶套餐。請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 ！Let's go！ 今日嚟咗位於旺角西洋菜南街呢間大山日本料理，試下佢哋52蚊嘅下午茶套餐。餐廳嘅佈置都充滿咗日本 feel 嘅。下午茶套餐呢都有多款嘅選擇，都係用 QR code 落單嘅。呢杯熱嘅黑糖薑薑母茶又夠熱，甜甜地幾好飲。套餐加2蚊，52蚊嘅胡麻海鮮刺身冷麵賣相都幾靚。刺身呢全部係薄切嘅，劍魚都幾新鮮甜味，牙魚都新鮮嘅，但係就冇乜味，都幾足料。驚喜呢就係呢隻熟蝦，口煎魚呢又好鮮甜。油甘魚呢爽脆得嚟呢都夠新鮮嘅，三文魚呢可能薄切嘅關係呢就比較遜色，味道一般，仲配咗水煮嘅肉子，粒粒醬卜卜，好新鮮嘅蟹子，口感唔錯，仲配咗有紫菜，仲有一塊新鮮彈牙，切得薄薄地白雪雪嘅烏賊。食落去爽口彈牙，鮮甜好味。加配嘅冷麵呢，質感呢都好爽彈嘅。加埋呢個胡麻醬一齊食，胡麻醬呢酸酸甜甜，味道都唔錯。將啲冷麵撈勻呢，冷麵控制得個火候都唔錯，非常之爽彈。撈埋一齊食呢，相當啱配。仲加咗蟹柳同埋青瓜，配料呢都好豐富，碟底仲有大量嘅生菜。呢個54蚊嘅下午茶套餐，經濟實惠又好味，值得一試。以下係今日餐廳嘅 menu， 有各款串燒、午市推介同埋各式當飯，仲有拉麵供大家作為參考嘅。今日分享係咁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